哎，你刚才真是够冷静的。要是我的话，大概早就买房子跑了。是啊，要不是你把灭火器的栓拔出来，丁伟可能早就被烤焦了。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这么可恶，把面粉和小苏打粉调包了。哎，张立学，待会儿吃不吃冰淇淋啊？曹老师，我觉得你今天在化学实验室表现很好。张立群，哎，是冰淇淋呐，怎么不吃就走了呢？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他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呢。哎呀，今天啊，真是谢谢宝贝了，帮了妈妈这么多忙。哎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，看会儿电视或者电影什么的？谢谢妈妈，我不需要休息。哦，妈妈刚才提到了电影，那妈妈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呢？我这儿有片单，可以投到电视上为您观赏。真的呀？哎，要不你就挑一部你喜欢看的电影。妈妈，我没有喜欢看的电影。可以按照你的喜好，我为您播放。哎，要不你就随便挑一部老电影来，行吗？好的，妈妈。宝贝，你真的这么厉害呀？那你告诉妈妈，你还能做些什么呀？我会做饭、打扫，演奏乐器，会讲300种语言，还会朗诵诗歌。如果你要添加其他功能，只要另行收费。通过360手机助手的明星科技 APP 同意付费。你这孩子呀，说起话来就像个大婶似的。哎，你真的会做饭呀？是的，妈妈，我会。那之前的那个可没这么厉害。请问妈妈，您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妈妈的意思就是说，妈妈现在肚子饿了，宝贝不是说会做饭吗？要不然你就现在做个午饭给妈妈尝尝，看看咱们家宝贝到底有多厉害，好吗？好的，妈妈，那您需要制作什么样的料理呢？就是你也喜欢的清炖狮子头之类的。好的，妈妈，我来为您制作您挑选的料理。下载江浙名菜清炖狮子头食谱，切葱花。宝贝啊，这不仅仅有清炖狮子头，还有香菇炒肉片、糖水莲藕，连芹菜豆丝、肉脯根都有啊！是的，妈妈。除了这些中式料理，明星科技还有意式、美式、德式、泰式等等异国料理可供下载。宝贝啊，你看你煮了这么多菜，我根本吃不完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妈妈，我会帮你处理掉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宝贝啊，不如你也辛苦一天了，坐下来我们一……瞧我这记性，我又忘了。妈妈，请问你是否有重要事项需要我提醒你？没什么。宝贝啊，你就算不吃东西，你陪妈妈坐一会儿总可以吧？好的，妈妈，我来为您提供陪伴。这味道做的，跟我当年姥姥做的一模一样啊！这小家伙真不简单呢。哎，我在夸你呢，你怎么不说声谢谢呀？妈妈，你刚才在给我讲话吗？我并没有收到你给我的语音指令。宝贝啊，你看，这房间里呢，就我们俩，我当然是在跟你说话呀。我刚才在夸你，这小家伙真不简单。请问妈妈，小家伙是我的称呼吗？是的，
小家伙呀是你另外一个称呼。好的，妈妈，我已将小家伙这个称呼记录了下来。宝贝真乖。昨日有民众向我台提供消息，在桃中的新型蓝眼 AI 出没在我城东区的街道上。目击者指出，该名 AI 似乎有意伤害经过的母女档。然而，在小女孩发现她的身份之后，该名 AI 立刻以惊人的高速逃离了现场，至今仍下落不明。浩轩，妈妈要帮你拿书包，不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啊！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。妈妈怎么是别人呢？浩轩，累了吧？来吃点水果啊。浩轩，你新班级里怎么样啊？老师跟同学还好吗？同学们资质都很差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们呢？你应该跟他们好好相处才是啊。我为什么要和他们好好相处啊？浩轩，我今天给你们老师打过电话了。玉贤高中的环境还是不错的，老师也很认真。虽然升学率比不上市立，但是因为那里边有几个老师我都认识，他们会照顾你。既然玉贤高中升学率不好，那我为什么要转过去啊？浩轩，你天生就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孩子。爸爸让你去上玉贤，只要是他们学校的课外活动比较多，爸爸是真心希望你能跟同学们玩到一块儿去。真的，你要是读市立的话，你又拼着命的去学习，这样你怎么才能够融入到环境里去呢？我为什么要融入进去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浩轩也累了，让他先上楼换件衣服休息一会儿啊。浩轩，我帮你。哎，浩轩。这孩子。别跑了，跟我回去吧。干！随玉，嘿，丁伟，随玉，那是什么？一个 AI，他是要抓你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明明看见有个 AI 抓着随意不放的，但是我跑过去之后就不见了。哎，立群，早。早。早，立群。我不知道那个 AI 为什么要抓人，但 AI 不是都被设计来服务人类的吗？大家平时还是当心点儿。新闻里总说有些没注册的 AI 从公司逃窜，都出了好几起杀人案件了。我想他们可能就是仇视人类吧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。对啊，茶，那杀害你爸妈的 AI 不是还没找到吗？ AI 做的那么像人，听说现在有些高端的 AI 还具有人类的心智能力，会不会我们当中就有人是 AI 啊？太可怕了！你们真的认为 AI 比人类可怕吗？在我看来，人类彼此之间不问大的仇视才比较可怕。那个 AI 被吓跑的时候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别跑了，回去吧。”回去？嗯。他是不是把你误认成了谁？或者以为你从哪里逃了出来？就要像是你们把我误认成 AI 那样。当初我在校门口碰见他，好像是蓝色眼睛。之前张立群给我的资料说，今年的 AI 有了意识模板，都换成了蓝色眼睛。之前的红色眼睛已经是旧款了。这个话题我爸爸和我妈妈曾经讨论过。妈妈反对爸爸研究高端 AI 的原因是，她认为机器人不应该有自主意识，而爸爸却说这是机器人未来的趋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
创造001的是你，爸爸。唉，爸爸妈妈的事已经让人心烦了，这张绿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对我那么生气。你是不是把我们计划告诉他了？没有啊，我只跟他们说，对于陈浩轩这件事，我们还要再做最后一件事情。那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算了算了，没事，咱们还要原计划进行。明天密码社之后，我们就行动。密码学和数论关系密切，两个素数的乘积很好算，反过来一个合数的素分解则很困难。因此，可以利用这种特性设置公共密码，好让 A 方与 B 方相互之间可以解读。但是第三方想要知道这双方之间传递的信息，则很困难。RSA 公钥密码体制。现在假设有 A 和 B 两人取两个相应的素数 P、Q 我给你及翻译。定义语。随月，哎，老师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没什么，就是我觉得我连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。郑老师，随意是被我拖来密码社的，他对数字不太擅长，所以你讲课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稍微慢一点？所以我当初就只有叫你和陈浩轩来，随玉会拖慢我们的讲课进度的。我教的已经到了大学程度的密码学和数论。随玉，你吃不消，最好离开，换到别的社团去。好了，我现在出几道数论相关的习题，陈浩轩、夏长安，你们回去做。郑老师，会讨论不同类别的密码吗？像凯撒密码、注销密码，还有移位式密码。那些经典密码对你们来说都太简单了，靠人力就可以解读。你和夏长安不需要学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我会把在密码社讲的习题和解题步骤上传到我们共用的云端空间，你们进入到空间自行下载来复习。下周5见。冰块跟我做的就算了，连老师讲话也这么不客气，他们有什么毛病？算了，我们还有事要做，别忘了。